大家好，我係海基嘅 Derek 啊。咁我哋咧就留意到咧，最近美股嘅市場咧有啲幾有趣嘅現象啦。咁雖然咧大盤嘅 ETF 咧就仲有資金流入嘅，但係整體嘅投資氣氛咧，其實咧就已經開始咧偏向保守㗎啦。咁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啦，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唔同嘅防禦策略嘅。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其實咧主要係因為咧市場開始咧就出現呢個行業輪動嘅。咁早排啦，其實大家嘅眼中咧就只有科技七雄呢幾隻股份啦。咁佢哋嘅第三季盈利咧，其實按年增長咧，雖然咧就仲有23%係非常之強勁嘅，但係咧其實其餘嘅493間公司咧，其實都追得好貼㗎啦，增長咧都有12%。咁當兩者嘅盈利差距收窄咧，資金咧就自然會轉向咧其他板塊㗎啦。咁面對呢個市況咧，其實咧我哋有4種嘅策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咁第一招啦，就係運用呢個等權重嘅策略啊。咁平時咧我哋睇標普500指數嘅時候咧，其實係按市值加權嘅喎。咁變相咧就係好集中喺幾隻科技巨頭身上啦，集中嘅風險咧其實就好高嘅。咁如果咧我哋用呢個等權重 ETF 嚟睇嘅話咧，咁即係咧維持相同嘅成分股，但係佢哋嘅持有佔比係一樣啦。咁就可以咧降低翻個集中風險嘅。咁呢個策略咧其實可會令到大家咧揸翻多啲嘅大型價值股啦，同埋一啲嘅傳統防禦性行業嘅，就比較穩陣啦。咁第二招咧其實就係環球分散嘅組合啦。咁就唔好咧就淨係望住美國。咁其實咧今年咧其他成熟市場嘅表現咧同美股嘅整體大市係差唔多嘅。咁隨住呢個聯儲局減息啦，同埋咧其他國家嘅息差開始拉近咧，其實美元開始回落呢個環境底下咧，其實亦都係有利一啲嘅資金咧就流向一啲嘅非美市場嘅。咁所以咧其實依家係時候咧就將眼光放遠少少，就做翻好一個環球分散嘅部署嘅。咁第三招咧，其實就係一個叫做 cut 花 call 嘅策略啦。咁如果咧你覺得個市咧就未必有大升幅，但係又未至於要睇淡離場咧，其實咧就可以喺呢個時間咧就考慮翻呢個策略嘅。咁核心嘅概念咧，其實咧就係放棄潛在嘅升幅，換取個期權金嘅收入嘅。咁特別咧喺股市波幅上升嗰陣咧，其實期權金嗰個收益咧就有望提升嘅。咁萬一個市真係跌啦，咁其實呢一筆嘅期權金咧都可以做一個緩衝嘅作用嘅，提供一個下行保障啦。咁其實現時咧已經有市場上已經有呢個策略嘅 ETF 咧，就俾大家選擇嘅。咁最後一招咧，其實係關於呢個入市時機嘅。咁我哋留意翻 FIX 指數啦，其實好多人見到 FIX 上升嘅時候咧就好驚噶啦，但係數據咧就話翻俾我哋知咧，其實當 FIX高過20嘅時候咧，其實如果當時買入美股嘅大型股嘅話咧，60日之後嗰個回報咧，通常咧就會好過隨機買入嘅。咁所以咧，到當呢個市場恐慌嘅時候咧，反而可能係一個唔錯嘅買入時機嘅喎。咁其實咧，總括嚟講咧，面對呢個保守氣氛咧，其實就唔一定要清倉離場嘅，反而咧，投資者係要識得由進攻轉為防守嘅。咁利用一啲譬如等權重啦、分散投資同埋期權嘅策略咧，嚟到優化翻自己嘅投資組合回報啦。咁今個星期咧就先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